宣道堂嘅弟兄姊妹，主內平安。今日係2026年2月18日，係26年預苦期嘅第一日。同時間今日亦都係農曆新年嘅年初二。喺呢一度，我祝大家新年蒙福，主恩滿溢。今日係宣道堂準備嘅預苦期40天靈修之旅嘅第一日，所以首先我想講解一下靈修我哋嘅步驟，俾大家作一個參考。當我哋每一次打開呢一份靈修材料之前，我鼓勵大家為一個安靜嘅地方，先為自己嘅心禱告，求主幫助你願意喺呢段時間分別為聖，不受任何人同埋事打擾。呢個空間只有你同上主，而且我哋願意帶住謙卑嘅心，倒空自己嚟到上主嘅面前。喺靈修材料一開始，我會有一個主題，有簡單嘅講解，跟住會讀一段嘅經文，我會讀1至2次，鼓勵大家一同跟住我去誦讀呢段經文。跟住我會有一啲簡單嘅講解，然後希望有啲空間俾大家思想。所以當去問題反思嘅時候，大家可以先停咗個靈修材料，然後安靜嚟到神嘅面前，讓聖靈帶領你進入真理當中。最後我都鼓勵大家可以寫低你當天靈修嘅一啲嘅反思，然後我哋會一齊祈禱。最後亦都有簡單今日代禱嘅一啲嘅指引，讓大家為今日所領受嘅喺今天裏邊去時常嘅思想，同埋交喺禱告裏邊。好啦，我哋而家開始預苦期40天靈修之旅嘅第一日。今日嘅講題係主耶穌的命令。講到耶穌嘅命令嘅時候，可能你會諗到大使命、大誡命，而我好快就諗到約翰福音15章12節所講嘅：你們要彼此相愛，像我愛你們一樣，這就是我的命令。呢一個係主好清晰俾我哋嘅命令，叫我哋要彼此嘅相愛。弟兄姊妹，要遵從主俾我哋呢個命令，困唔困難呢？我相信一啲都唔容易，因為如果愛我哋喜歡嘅人，當然容易啦。但係如果對方係同我哋性格好自然不同，我哋過往有多誤會、爭拗，甚至做事方式好不一樣，要咁樣同你有誤會、有爭拗嘅弟兄姊妹去彼此相愛，其實係非常非常之困難。所以主呢個命令對我哋嚟講有十分大嘅張力，甚至有時候我哋覺得聽講好似好容易，做出嚟簡直係一個重擔。今日我想同大家分享嘅經文係馬太福音11章28至30節，請先聽我讀一次。凡勞苦擔重擔的人，可以到我這裏來，我就使你們得安息。我心裏柔和謙卑，你們當負我的軛，學我的樣式，這樣你們心裏就必得享安息。因為我的軛是容易的，我的擔子是輕省的。不如讓我哋再一同慢慢嘅誦讀呢段經文。馬太福音11章28至30節：凡勞苦擔重擔的人，可以到我這裏來，我就使你們得安息。我心裏柔和謙卑，你們當負我的軛，學我的樣式，這樣你們心裏就必得享安息。因為我的軛是容易的，我的擔子是輕省的。
原來唯獨那專一地聽從耶穌命令嘅人，並毫無抗拒地順服喺上主嘅軛下邊嘅人，就會發現原來上主俾我哋嘅擔子係輕省嘅，而且喺呢個柔和嘅壓力下，領導我哋走義路，走一條神喜悅嘅正路。佢會給我哋能力，使我哋知道負佢嘅軛係輕省嘅，佢嘅擔子係輕省嘅。但係個重點係我哋要學習主嘅樣式，心裏要柔和謙卑。弟兄姊妹，以下呢有兩個想同大家細心思想嘅問題。第一，如果彼此相愛呢個命令係耶穌嘅軛，咁樣當我哋唔加以抗拒而盡力去背負佢嘅時候，我哋可能會有乜嘢改變呢？作主嘅門徒唔單單係跟隨主，仲要學習主。今日我哋唔係淨係相信耶穌咁簡單，而係我哋要跟隨同埋學習佢。究竟今日嘅靈修裏邊，你可唔可以寫低或者反思，你現在係點樣跟隨耶穌嘅呢？最後，我好想同大家一齊做一個禱告。天上阿爸父，感謝你帶領住過往我哋嘅一年，無論係順境逆境，你都不撇下我哋。求主幫助我哋，讓我哋嘅生命每一天都遵從你嘅命令。求聖靈時刻提醒我哋，帶住柔和謙卑嘅心嚟到主嘅面前。以上嘅禱告奉耶穌嘅名祈禱，阿門。最後鼓勵大家將今日你安靜嘅時間，或者一陣間你停咗呢個 YouTube， 你再反思問題嘅時候，你可以將你今日所領受嘅都寫喺你靈修札記裏邊。另外，願今日我都俾一個嘅禱文，大家可以參考。大家可以為自己能夠學像耶穌，有柔和謙卑嘅心禱告。另外，請你為某些喺呢刻你唔能夠同佢真實彼此相愛弟兄姊妹提名去禱告。願主嘅愛可以喺你哋之間流動。無論過往有幾多嘅仇恨，幾多個誤會都好，求神嘅愛就係喺我哋當中，讓我哋能夠大家都帶住謙卑柔和嘅心，學習遵從主嘅命令。願主祝福大家，明天再見。